高雄地检署今仔日侦结民进党立委林岱华涉嫌用人头诈领助理费，佮加保加班费是领卖到1500万。包括林岱华、伊的小弟、伊的弟夫啊，还佮有通发司的主持等等10个人是拢总去互检方起诉。林岱华是发声明来强调伊的清白。因为民进党的廉政会表示讲，明仔载就要开会来讨论。 今年2月，民进党立委林岱华风带回调查局南基站，经过4个月约谈侦办，林岱华涉嫌诈领助理费案23情节。林岱华包地地夫啊，甲通发司主持等10个人以贪污背信、公益侵占等罪起诉。共同基于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，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之犯意联络，合计诈领 薪资、助理加班费。检方发现林岱华涉嫌做2名假助理，第一担任第7到11届立委的时，诈领助理费不法数字超过1473万，也针对5名助理加班费的部分指定应该付的费用，不是申报入校了后要求助理缴回加领的费用。林岱华团队照常运作，不过政府服务处台北办公室拢无看到伊本人。林岱华发声明表示，侦查时努力证明清白，会将证据提供法院争取公道，会全力配合司法程序。这段期间，不管是对高雄服务、建设争取，拢未停止，会用行动证明。因为民进党已经确定高雄市长竞选爱进行初选，起诉今时的引用资格。 涉案当事人他是一个社会知名人士，违反廉政行为会严重影响到民进党的形象。我们并不排除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，就会先予以处分。民进党廉政会表示，林岱华案2月已经立案，利息会导致临时提案，通常方起诉也是有初选参选权，一审破决有罪，才会停止党权。不过，若影响党的形象，也无排除伫破决出来进行先处理。另外，其他 有意争取初选的罗瑞良可地嘅无关系回应，邱义莹表示尊重司法。国民党对手关志文也表示无方便评论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